喺老兩上一集關於粵劇《帝女花》視頻嘅評論區，一日之內有200-300條留言，有一大半都話想聽我繼續講，咁我就順眾要求直入主題。關於著名粵劇編劇唐滌生嘅生平，網上有好詳細嘅介紹，老兩就唔嘥大家時間攞出嚟講啦。我想同大家講下佢同著名劇作家南海十三郎嘅關係。好多人通過《南海十三郎》呢部電影知道佢哋兩個人嘅故事。咁歷史上唐滌生有冇同十三郎學過編劇呢？先講結論，冇任何權威資料證明佢哋係師徒關係。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裕樓，佢嘅生平經歷被影視編劇杜國威發掘，並改編成舞台劇喺香港上映，隨後又被改編成電影，由演員謝君豪飾演南海十三郎。杜國威憑借該劇於1997年獲得第1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佢曾經公開表示喺編寫劇本嗰時，特意將十三郎同唐滌生塑造成天才師徒嘅關係，通過強化兩個角色嘅反差，突出南海十三郎嘅悲劇人生。當然，呢段劇情係有事實依據嘅。江裕樓曾經效力由粵劇名伶薛覺先於1929年喺香港創立嘅覺先聲劇團，而唐滌生係薛覺先夫人唐雪卿嘅堂弟，佢喺1938年加入該劇團，負責抄曲，後嚟轉為編劇。唐滌生同江裕樓活躍於同一時期，可以推斷兩大才子喺共事期間一定會互相切磋，擦出火花。後世普遍認為唐滌生曾經受到十三郎嘅影響，但係兩個人嘅創作風格又有好大區別。十三郎堅守傳統，而唐滌生就偏重商業。再講返《帝女花》，我喺上條視頻提到呢部由唐滌生改編創作嘅名劇有兩個經典嘅電影版本，一個係1959年任劍輝、白雪仙主演嘅版本，另一個係1976年龍劍生、梅雪詩嘅版本。有看官喺評論區問老兩中意邊個多啲？正所謂細蚊仔先做選擇題，我兩個都中意。從畫面以及音效嘅角度睇，肯定係1976年嘅版本更為優勝。但係經過對比，我就發現1959年嘅任白版本有好多細節值得研究。大家先對比以下兩個片段。各位有冇聽到駙馬周世顯唱嘅呢句駙馬家同駙馬虧兩個版本嘅呢一段唱詞係唔同嘅？老兩專門查過，駙馬家就係駙馬嘅頭飾。喺傳統戲劇服飾裏頭有一種頭飾叫駙馬套，即係扮演駙馬嘅演員戴嘅頭盔，上面有金、玉、紅絨球等裝飾。而家則係指古代女性裝飾髮髻嘅玉器。將駙馬嘅頭飾稱為駙馬家，就等於將女性嘅頭飾用喺駙馬頭上。老兩認為駙馬家呢個詞似乎就唔夠嚴謹。不過廣東嘅戲班早就習慣將駙馬套稱為駙馬家。據講翻查唐滌生嘅原著，呢段唱詞仲係駙馬虧墳墓收藏。從呢個細節睇得出，任劍輝、白雪仙主演嘅《帝女花》可能會更接近作者嘅原意。其實老兩仲有個好嚴肅嘅問題想問下各位看官，你哋睇完《帝女花》有冇覺得長平公主同駙馬爺周世顯有樣好重要嘅嘢未做呢？我直接講啦，就係佢哋兩個似乎未行周公之禮。大家試諗一下，公主同駙馬血氣方剛、情比金堅，最後服毒殉國，咁佢哋係唔係應該先體驗夫妻關係嘅美好，再義無反顧共赴黃泉呢？我認為唐滌生喺創作嘅時候應該唔會忽略呢個細節。我細心對比兩個版本嘅《帝女花》，發覺喺任白版本裏頭就有一處細節交代咗呢個問題。如果大家仲想聽老兩繼續拆解，就記得按照我哋嘅老規矩做啦。